台东县大水雨嘛落几啊天咯，昨午佮规暝拢有4哪架弹雷公，民众是真歹困。大林乡的土板村另外道路嘛淹水，县政府今仔嘛宣布讲土板村甲土板国小停班停课。另外，太麻里乡的金轮村金轮溪水拢涨起来，淹过半环，车路嘛拢淹水咯。三朝暗时，台东县雷公4哪真大，一直弹一直死，互民众困袂安稳。31日时，台东市区也搁伫单雷公落大雨。台东气象站是讲，这波西南气流较大的雷雨出现伫东南部，尤其是台武甲达人山区的民众感受会搁较明显。如果很近的哦，整个部落是轰的一声。在屏东、高雄跟台东的山区交界，有一些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啊。所以说这些地区就会有一些闪电打雷的现象。因为已经落2天的大水雨，搁加顶一个低压带带来大水雨，达人乡的土板村东68另外道路去互大水冲蚀。本来顶礼拜大水雨已经放弃的路基，这届大雨搁造成崩塌面积搁较宽，敢若剩机车会当过。县政府已经派机构去抢修，一定先开便道，按搁考虑村民的安全。县政府宣布31日土板村甲土板国小停班停课。这地方用接驳式的一种方式，没有完全说，这个一个形成一个孤岛。因为未来灾修的部分可能大概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，所以这一个变道的部分，我想除了往后退以外，大概也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式啦。伫南回公路的部分，沿路虽然有土石流，不过已经清除啊。只不过台东县也是有落大雨的机会，提醒用路人一定要小心通行。记者采访报道。